东海大学是全台湾唯一一个获认定做文化景观的大学，也毋过最近学校撤掉一寡树啊，互校友是真反弹。早起开记者会，呼吁文化部佮教育部都爱重视这件代志。学生伫草坡仔散步开讲，东海大学人讲是台湾上水的学校，毋过东海大学最近草坡仔互学校抠掉，树仔互错掉，砍乌布，佮打算要摕来起舞台。拜一，东海大学教授、校友甲民间团体伫立法院开记者会，批评学校甲树仔错掉的所在，拢属于保存维护的核心区和维护区。呼吁学校爱将这的树仔进倒转来。这个阳光草坪就是幅山水画。当校方把固定物放在那边，等于在这幅画上面画上一笔粗的一个粗笔。现在讲不好听的就是把这幅画划到一刀。照文化资产保存法，2021年东海大学登录做台湾唯一的大学校园文化景观。而且伫2023年完成保存维护计划。东海大学的教授也表示，伊每礼拜拢会带学生去认识实物。毋过，这几年有明显感受到生态环境有变较少，认为学校若有啥物决定，应该爱互大家知影，无应该大主大意。那针对阳光草皮的舞台，那个在比例上大概只有1/20而且是活动式的，完全是符合现有的法规。灌木的处理也是由我们景观相关的委员，我们进行生态的新的一种生态自然景观法，就是呢，透过植物生长还有台湾更有种的方式来进行植栽。针对现场的民间团体质疑东海大学无照保存维护计划有违法的疑虑，文化部文资局表示，而且台中市政府去现场看。嘛会开文化资产审议会，确认敢有违法。民团也呼吁文化部爱修改文化资产保存法，定出清楚的处罚，袂当又在学校黑白改变学校景观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